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咧犯罪現場，我係 YM 馬佬，咁啊多謝大家收睇收聽先。咁咧今日咧要繼續講咧係蔡天鳳 Abby Choi 咧前家姑咧呢個李瑞香咧涉嫌咧阻礙警察咧去調查佢個仔鄺港智嘅案件。喺講之前咧，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歡迎咧可以俾個建設性留言、點讚、分享。同埋咧未訂閱嘅朋友，歡迎咧免費訂閱，多謝晒先。咁啊，今日咧就係6月4號啦，咁啊繼續咧喺區域法院咧去進行呢個續審。今日咧就傳召咗咧喺蔡天鳳失蹤案嘅時候咧，一位女警長咧就作供。咁啊，當時咧警方咧就喺加多利山咧一個 Candoa 咧做單位做調查嘅。單位入邊嘅閉路電視亦都拍到咧，當日蔡天鳳嘅前夫鄺港智咧離開咗單位大約10分鐘之後咧，蔡天鳳同埋另外兩個人咧就入咗單位，逗留咗大約1個鐘頭到。所以咧控方咧就理解佢哋係睇樓。咁啊，當時咧西貢失蹤人口調查組嘅警長張美蘭咧就供稱，當警方咧接報蔡天鳳咧失蹤之後咧，已經即時展開咗調查，並咧希望聯絡佢嘅前夫鄺港智。張警長嘅同僚咧早前已經聯絡咗蔡天鳳嘅前家姑咧，即係而家嘅被告咧李瑞香啦，並相約於咧2023年嘅2月23日咧到加多利山嘅住所咧會面咁樣嘅。於是咧，張警長同埋其他隊員咧就去到會所咧同呢個李瑞香咧見面。張警長表明咧會問及一啲私人問題，但係咧當時嘅現場環境咧係一個公眾地方，或者會引致唔方便嘅。咁所以咧，警察咧就提議咧去李瑞香嘅住所或者警署會面。但係李瑞香咧表示咧就唔中意去警員咧到佢哋嘅單位，都唔想咧去警署。於是法官問咧，如果咧蔡天鳳當日咧喺21日咧去過單位入邊嘅閉路電視咧係咪影到片段？控方咧係確認嘅，閉路電視片段咧亦都影到咧蔡天鳳咧當時喺個單位入邊咧逗留咗大約1個鐘頭到。控方補充咧，佢同另外兩個人咧就喺中午12:55咧就進入咗單位，大約咧去到下晝嘅2:14咧先離開。咁所以控方理解佢哋咧就係睇樓。嗱，我唔明點解一定係代表睇樓啦，雖然可能隔咗咁耐，咁可能係其他原因啊，可能係相識朋友咁都唔出奇嘅。咁當然啦，呢個就控方經過一啲客觀嘅資料去決定咁樣講啦。咁所以咧，案件咧就會繼續審訊嘅。咁我哋咧會繼續進一步報導。如果大家中意嘅頻道咧，記得訂閱咗，搞埋個鐘仔。我哋下條片繼續報導。多謝晒大家，拜拜。